爹爹是受了天大的冤屈，你那一代越是行侠仗义，兼济天下，不公平的命运把我送到了你的面前，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？难道你要落井下石吗？情道的根本是心道，倘若你一心悲悯，又怎能弹出如此刚烈的曲调？奴家一家老小的心就握在你的手里了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好，我帮。你说怎么做？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没事，拿我麻袋干嘛？这两人如此这般，是当我们不存在吗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花姐，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。省得人家说咱们花满楼不通常情。哎，也对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。花姐我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，这你侬我侬起来呀，连爹娘都嫌碍眼。有兴趣的呀，可以来问我。现在呢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小二，去门口看看你四大爷来了没。好嘞。散了。花满楼初相识，便只和长相聚。合起小会幽欢，便作离情别绪。如此凄凉，竟随伊人归去。琵琶手，今夜此时，花满楼门口不见不散。好。可是刚才咱俩在花满楼里，是不是有点太招摇？不过也罢，他人有难，我赵琵琶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我好人做到底，今日此时，不见不散。哎，苏大爷，有你西域来的包裹，请签单。要抱抱？抱什么抱啊？来，大伙都来瞧瞧，这可是西域来的胭脂香粉，金贵着呢。哇，好多啊！那么多东西啊！这个，给我看这个给夏莲。谢谢花姐，再给我看一下你的。这什么呀？你不适合这个，你适合你这个。待会儿啊，花姐都把你们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好。这个不正好跟你一样？或许是一些西域的相反而已。花姐漂不漂亮？这是白头山的金蛇沉香。这是舍利那壶的蜜汁，绝品呐！一场寂寞与谁诉？算前言总倾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应答？更别有戏人心处总是捉摸不透。
可怜的琵琶还在铺子外等候呢。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孩儿都哭了，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。让我们忘了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李莫愁，我以君子待你，你小子敢放老子鸽子，你无情，休怪我无义，我要用夺命琵琶震死你！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们看看啊，想我吴越之地，历来以礼仪为主，清廉为重。想不到现在竟有如此伤风败俗之地。大人，此地定有诡秘，待我亲自查查。真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装模作样，还不是因为银子没带够。夫人，赶夫人，早来滑板喽！夫人，你不想回来？夫人，吾皇万岁！臣有本要在我吴越国与闽国南唐交界处有一酒肆，名为花满楼内，日日夜夜莺歌燕舞，各国闲杂人等在此川流不息。大人，你看，这如此伤风败俗之举，实在是有伤风化。这条街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的，倒也热闹。热闹，热闹。哎呀，知县你果然所言不假呀。夫子曰：“食色性也。”这实在是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啊！这是。待本官去收集证据，定要治这店主伤风败俗之罪。大人英明啊！这明显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了，这。对。待本官收集证据，一定要依法惩治。哎呀，大人原来是乔装打扮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不错。夫子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”走。哟，大人，珍重啊！小二，欢迎光临南第一位。听着怎么这么像洗浴中心呢？爷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是正规场所，合法经营，证件齐全着呢。从业人员巧言令色，疑似黑色推销，简直就像传销窝点。爷，您别写了，咱这真的就是赏花赏月、对诗对赋的地方。小二啊，我呢，他也是路过此地，说你们家都有什么好消息？美酒醇香，美人多彩，花满楼一日，天上人间。爷，你看您这美酒美女当前，你老想着记账，